有一種年金真係唔係個個都啱買。唔係啩？係咩年金啊？我又適唔適合買呢？大家好，我係 Flora。喺2019年，政府推出咗退稅三保，包括可扣稅自願醫保、可扣稅嘅強積金，同埋第三可扣稅嘅延期年金 QDA， 簡稱退稅年金。又可以扣稅又有醫療保障嘅自願醫保就當然好多人講啦。但係一講到延期年金，即係退稅年金，好多朋友一開始聽到都會耍手兼擰頭。點解？主要話年金嘅回報唔夠吸引，寧願投資喺股票市場仲賺錢。正所謂升得急跌得仲急，股票嘅市場大風大浪，隨時損手爛腳，要止蝕離場，真係喊都喊唔返嚟㗎。不過事實又真係唔係個個人都啱買扣稅年金。咁邊啲人係唔適合買扣稅年金呢？第一，平均每年交稅唔多過10% 嘅朋友，如果你每年淨係交幾個 percent， 呢一份嘅退稅年金退到嘅稅非常有限。相反，如果係一啲交緊17% 稅階嘅朋友，呢一份嘅退稅年金對於佢哋嚟講就有極大嘅吸引力。以個人年金最高扣稅額6萬蚊為例，假如你交17% 稅階，每年保證退足10200蚊，即係17%。你冇聽錯，係17%。我曾經有一對夫婦嘅客戶，佢哋各自做咗6萬蚊嘅年金，5年加埋一齊足足慳咗10萬蚊，簡直可以去第二次 honeymoon。第二，現金流極少。如果你冇乜 cash flow， 冇乜理財，甚至係月清嘅話，每年6萬蚊嘅年金供款係吃力嘅。有啲朋友每年都要交14至17% 稅，佢哋唔做年金，可能係因為現金流唔夠，寧願每年白白交稅蝕俾政府。呢類型嘅朋友，我建議真係要好好理財，積極去增加自己嘅主動收入，打好個底，先至再慢慢用方法為自己嘅退休鋪路。相反，如果有足夠現金流嘅朋友，登記退稅年金就等於為自己自製一個退稅戶口，每年將自己銀行嘅錢撥入去，可以話退稅儲錢一舉兩得。假設用6萬蚊去做一份5年期供款嘅扣稅年金，總供款30萬，連埋保證退稅17%，一共淨係需要俾24萬9千蚊，足足慳咗5萬1千蚊。呢份嘅年金除咗退稅，喺年金滾存咗之後，退休仲會有保證嘅被動收入可以自製長額。我曾經有一位女顧客，佢做咗一份年供10萬蚊嘅扣稅年金，開頭以為佢係同佢老公一齊共同報稅，因為每人嘅扣稅額淨係得6萬。點知佢同我講，年金除咗扣稅，入邊嘅保證成分非常之高，佢希望呢份嘅年金喺佢退休嘅時候可以對沖晒全家人嘅醫療保費開支。第三，工作收入唔穩定。如果你嘅工作類型同埋收入唔穩定，呢份嘅扣稅年金可能真係同你冇乜緣分。退稅年金一般有5年同埋10年期嘅供款，喺保單仲未供滿之前，早期退保一定會有相關嘅損失。曾經我有一位準備退休嘅朋友，就係因為上年公司突然轉制，佢嘅收入大減，本身諗住透過 MPF 同埋呢份年金嚟緊安排退休。佢當時就辭咗份工，諗住轉工，點知去到今年年底仲未揾到工，所以佢供呢份嘅年金變得相當吃力。相反，有穩定收入嘅朋友，包括租金收入，呢份嘅年金對於佢哋嚟講就非常之輕鬆。佢哋一般喺稅務年度之前會積極登記年金，穩定嘅供款對於佢哋嚟講冇難度。如果喺股票嘅市場，你係神級嘅股民，大部分嘅時間都順風順水，咁我恭喜你啦！扣稅年金對你起唔到好大嘅作用，你可以 skip 咗呢條。喺2023年嘅3月，我一口氣喺1個禮拜簽咗6張年金。呢6位嘅客人都係喺股票市場上面嘅大戶。我問佢哋點解會轉態同我做呢張年金，佢哋話總括咗過去嗰幾年嘅投資回報，股票市場嘅收入遠遠唔夠穩定同埋保證嘅年金收益，仲花咗好多時間精神去及實嘅市，所以決定用部分嘅資金撥入呢個退稅戶口，等自己有穩定保證嘅收益。雖然巴菲特都係股神，佢曾經都有分享過，令佢致富最主要嘅原因係佢肯用時間去換金錢，而令財富增值嘅最大要訣就係唔好令自己蝕錢。如果你唔係股神，
只要有穩定同埋保證嘅回報，就係令你越嚟越有錢嘅關鍵。如果你有啲朋友仲糾結緊做唔做呢份嘅扣稅年金，即刻將我個 video share 俾佢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扣稅年金嘅資訊，歡迎留言或者透過以下嘅方法聯絡我。我係 Flora，下次再見啦，拜拜。